丹增顿珠代表的工作服也是他的骄傲，祖孙3代都是产业工人，工作22年的丹增顿珠为自己和父辈一样投身西藏的发展建设而骄傲和自豪。我这身穿的这个工作服一样，它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工装，它比较耐磨也耐脏。平常我基本上是穿这个在我们生产线，带这个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产业工人，为这个身份而骄傲。此次参会，丹增顿珠专门带来了一段讲述企业严格的视频，里面提到了1968年9月，毛主席送给我区产业工人代表来自拉萨水泥厂的仁增曲珍一个仿真金芒果。这个金芒果也成为了如今企业文化馆的镇馆之宝。这个金芒果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的是从第1届中央领导到现在我们习总书记对我们西藏工业、对西藏的一个关怀。能够在现场看到总书记，能够亲耳听到总书记对未来的规划，丹增顿珠觉得责任重大又斗志昂扬。总书记也在20大报告里面指出来了，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那现在呢，我们也在致力于打造绿色工业。本身西藏的天也比较蓝，水也清，空气也比较清新。我们更加要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的绿色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企业的责任，也是我身为党代表的责任和使命。抖音。